Hello，你体验过如有神助的感觉吗？一个人当年的经验跟你的底气积累到某一个水平，你就会觉得突然间做什么事情就如有神助。2003年，姐夫去做生意，就那5年，我有一个财务方面的这个阶级，就说突然间你的身体所有的指标都是到达你的顶峰，我不累，我也不会生病，还有你的头脑非常清晰。再加上你的记忆力非常强悍，我那段时间我感觉到我有一个英文所说的 photographic memory， 就是说好像照相机一样，我看到什么东西，拍照全记下来。你看了，现在姐夫也不年轻了，我有很多经验的积累，所以现在我看到很多东西，我都很容易去把握到它的要领，因为我的经验去帮我判断。不过03年的时候，20多年前，那个时候我没那么多经验，对吗？不过我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个时候我做的每一个决定，我都挺佩服我自己的，都对，都是最佳的选择。我们做这个金融呢，时间的拿捏是最重要的。同一只股票，同一家公司，如果你买卖的时机不对，天壤之别。那段时间，所有路过的所有的机会，我都牢牢的把它抓住。还有我身边的小伙伴，我的家人，都不约而同的非常相信我，都觉得我会能成的。但是包括一些真的新认识的人，都觉得我能成，都对我抱有非常大的信心。所以我就觉得每一天成功都在呼唤我，我跟成功有同频共振，有共鸣。我自己觉得自己肯定会成功，你信心简直是爆棚。这个东西你不能不信。我在那段时间我去买地皮，去了地皮不行，拜拜。去了地皮买1年翻1倍。哎呦啊！